大家嚟到今日嘅講座。今日講座嘅講題係屋宇署就分間樓宇單位及工廈非法用作住用用途的執法工作。喺開始之前，請大家留意以下事項。今日嘅講座大約1個半鐘，由3點鐘去到4點半。成功完成講座嘅持牌人可以拎到1.5個持續專業進修學分。留意返，如果遲到或者早退合共超過15分鐘，將會扣減1分。所以一陣講座完結之後，請大家到登記處拍卡或者簽走，記錄返你哋嘅離場時間同計算 CPD 學分。大家可以喺講座完結之後嘅10至14個工作天，透過電子服務戶口下載返今日嘅出席證書。講座進行期間請保持安靜，請將你哋嘅手提電話校至靜音模式，而講座最後會設有問答環節。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向講者發問，可以將你哋嘅問題寫喺藍色嘅問題紙上，再交俾在場嘅工作人員。最後，今日講座嘅內容包括一陣答問環節，講者所提供嘅答案只代表講者嘅個人意見及作參考之用，並唔可以視為法律意見。如果有需要，參與人士應該尋求個別嘅法律意見。如果就今日講座嘅任何內容而引起或預知任何損失，監管局或講者概不負責。咁就住今日嘅講題，我哋好開心可以邀請到屋宇署代表屋宇測量師劉思琪女士嚟為大家分享。咁首先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歡迎劉女士。好，大家好，我係劉思琪，屋宇署嘅屋宇測量師。咁好榮幸今日得到地產代理監管局嘅邀請，嚟到同大家分享屋宇署對於規管分間樓宇單位同埋住用工廈嘅執法政策。亦都好多謝各位業界嘅朋友關心樓宇安全，抽時間出席今日嘅研討會。期望喺今日研討會過後，大家會對於屋宇署規管分間樓宇單位同埋工廈非法住用用途嘅執法工作有更深入嘅了解，釋除大家喺工作上有機會遇到嘅疑問。以下係我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嘅內容。首先，乜嘢係分間單位呢？常見同分間單位相關嘅建築工程、建築物條例嘅規管、分間樓宇單位同埋工廈非法用作住用用途嘅執法工作，進行建築工程需要注意嘅事項，我哋嘅公眾教育同埋宣傳，最後有2個個案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根據2021年嘅人口普查，全港咧就約共有34000個分間樓宇單位，其中約有14% 咧係位於港島區，60%左右咧係位於九龍區，而有24% 咧係位於新界區嘅。咁大家工作上面或多或少都有機會遇到分間樓宇單位。咁喺分間樓宇單位，我哋俗稱劏房，喺建築物條例底下咧，其實就冇定義嘅。但係就於屋宇署喺建築物條例嘅執法而言咧，分間單位咧一般係指喺批准圖則上面顯示嘅個別單位被分間成2個或以上嘅獨立小單位，我哋就稱之為分間樓宇單位。咁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嘅建築工程咧，係受建築物條例規管嘅。以下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哋經常遇到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嘅建築工程。由於需要營造一啲小房間或者公用走廊，當中亦都涉及拆除原有非結構性間隔牆，加設一啲新嘅非結構性間隔牆，主要係涉及非結構性間隔牆嘅比較多。另外嘅咧，仲有
嘅係加厚地台，以鋪設新或者經改動嘅排水管，裝設一啲新嘅廁所或者廚房，又或者改動同埋加設一啲內部嘅排水管。另外，我哋都經常見到嘅建築工程，仲包括開鑿額外門口或者通風洞口。為咗房間、廁所或者廚房嘅空氣流通咧，業主都通常會喺外牆，甚或乎喺室內嘅公共走廊、公用樓梯嘅圍牆開咗一啲門口或者通風洞口嘅。咁屋宇署就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監管位於私人土地嘅建築物同埋相關工程嘅規劃、設計同埋建造，以確保建築物係符合安全同埋衛生標準嘅。咁當中包括樓宇單位嘅用途啦，我哋會確保樓宇嘅建造係符合佢嘅用途，亦都因應樓宇而作為嘅用途而作出相應嘅規定嘅。消防安全，我哋就需要確保樓宇嘅消防安全，包括每棟建築物需要有該建築物擬作用途所需嘅緊急情況用嘅逃生途徑，或者供消防同埋救援進出途徑，同埋建築物抵抗火燒、減低火勢同埋煙霧蔓延嘅能力。其次嘅就係樓宇嘅結構啦。我哋需要確保樓宇嘅結構係安全嘅，例如樓宇如果係設計作為工業用途，佢嘅樓宇結構載荷能力會較其他類別嘅樓宇較高。另外嘅就係環境衛生，樓宇嘅渠管工程需要符合標準，唔會對環境造成滋擾。最後嘅就包括係通風同埋照明。例如作為住用用途嘅大廈，需要有有效嘅照明同埋通風嘅。咁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嘅建築工程就係受建築物條例嘅規管。一般而言就係喺私人樓宇嘅內部進行一啲唔涉及建築物結構嘅工程，小型工程除外，係屬於豁免審批嘅工程。喺進行之前係唔需要進行任何審批嘅，但係呢類嘅工程亦都係需要符合建築物條例同埋佢附屬規例嘅設計同埋建造標準。換言之，做工程之前我哋必須要考慮我哋想進行嘅工程係咪涉及建築物嘅結構，係咪一個小型工程，係咪符合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規例所定嘅建築設計同埋建造標準嘅。相信大家對於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都唔太陌生。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旨在係簡化由來已久嘅法定程序，係希望以一個新嘅合法、簡單、安全同埋便捷嘅方法，讓到業主可以進行一啲法例指定為小型工程嘅小規模建築工程。咁喺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實施之後一啲小型工程，包括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嘅建築工程都需要經過制度嘅簡化規定進行嘅，否則就係必須要事先向屋宇署提交建築圖則，獲得批准同埋同意之後先可以展開。亦即係話，如果嗰個工程係屬於一個小型工程，業主可以透過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進行，又或者向屋宇署提交建築圖則，獲得批准同埋同意之後先展開工程。二擇其一，一旦如果你冇遵從嘅話呢個工程就會變咗一個違例建築工程。而小型工程亦都按照佢嘅性質、規模、複雜嘅程度同埋安全風險就分為3個級別。
而複雜程度同埋安全風險最高嘅呢，我哋就為之1級，最低嘅呢就係3級。而小型工程項目第一級別就有58項，第二級別有68項，第三級別就有61項，總共有187項。而小型工程項目由實施至嘅118項已經增至到現時嘅187項。就第一級別嘅小型工程而言，業主係需要訂明建築專業人士進行設計同埋監督工程，再聘請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工程嘅。就住第二同埋第三級別嘅小型工程而言，業主係應該委聘訂明註冊承建商，備製同埋呈交圖則同埋文件，以及監督同埋進行工程。亦即係話，如果你想進行第一級別嘅小型工程嘅話呢，除咗聘請訂明註冊承建商之外，亦都要聘請建築專業人士進行設計同埋監督工程。而第一級別同埋第二級別咧嘅項目就更加必須要喺工程展開之前不少於7天呈交文件，但係第三級別咧就冇呢個需要啦。但無論係第一級別、第二級別定係第三級，完成所有小型工程項目之後，都需要喺完成工程14天之內呈交文件。而呈交嘅文件呢，就包括表格、圖則、照片等等。咁頭先講咗建築工程有分豁免工程、小型工程，需要獲得批准同埋同意先展開嘅工程，希望大家都有個概念。不過我哋都係建議業主進行樓宇加建或者改動工程之前，都應該諮詢建築專業人士嘅意見，包括咗睇下工程嘅可行性，有冇受制於樓宇佈局所限，工程係咪屬於小型工程，抑或需要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同埋同意，而確保呢啲工程係唔會違反建築物條例而變成違例建築工程。頭先同大家講咗小型工程咧，就總共187項，咁當中有7個項目咧係同分間樓宇單位息息相關嘅。跟住落嚟，我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幾個項目，以免大家唔知道呢啲工程其實係一個小型工程，冇跟到建築物條例進行，而變相造成一個違例嘅建築工程。屋宇署發出咗一本叫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室內裝修、改建及分間樓宇單位》嘅小冊子，詳細說明咗同分間單位相關嘅小型工程項目。首先有項目 1.41， 呢個係直接同分間樓宇有關嘅。其次嘅係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樓宇單位內嘅樓板。呢個係項目 1.44 同埋 3.41。另外嘅仲有係用磚承造嘅非承重牆，呢個係項目 1.43 同埋 3.39。最後嘅呢，就係豎設、修葺、改動同埋拆除地底以上嘅排水渠，呢個係項目 2.30 同埋 3.23 嘅。首先，我想同大家講解下項目 1.41， 呢個係直接同分間樓宇單位有關。呢個項目係喺2012年10月3號2012年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例生效嘅時候加入嘅，目的咧係希望從源頭確保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工程嘅質量。呢個項目只適用於住用樓宇單位，即係話非住用樓宇單位，例如辦公室單位、
單位都係唔適用嘅。如果想將住用樓宇單位分成3個或者多於3個嘅房間，而其中最少3個房間都設有獨立嘅洗手間或者其他衛生設施，而呢啲房間嘅數量係大過經批准圖則所顯示嘅房間數量嘅話呢，就會係呢個項目㗎啦。而呢個項目包括咗3個嘅建築工程，就係豎設用磚建造嘅非承重牆、鋪設實心地面樓面地台，同埋豎設改動地底以上嘅排水渠。呢3個分間樓宇單位，呢3個都係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嘅工程。其次嘅就係項目 1.44 同埋 3.41， 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樓宇單位內嘅樓板有關。呢2個小型工程呢，係唔可以導致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載荷嘅。咁我哋先睇項目 3.41， 呢個項目只適用於住用樓宇單位，而當中幾個條件就包括地台嘅密度呢係唔可以超過每平方米650千克，厚度可以超過25毫米，但係唔可以超過75毫米。而如果呢個地台嘅密度係提升到650千克至到1200千克嘅話呢，厚度可以超過25毫米，但係就唔可以超過45毫米嘅。而支撐呢個牆嘅樓板嘅厚度呢，必須要大過125毫米嘅。如果符合晒以上嘅條件呢，就會係 3.41 啦。但如果未能夠完全符合晒以上嘅條件，而厚度亦都係超過25毫米呢，就有可能係項目 1.44 嘅。另外嘅係項目 1.43 同埋 3.39， 兩個都係喺樓宇單位之內豎設用磚建造嘅非承重牆有關。大家可以留意返，無論係項目 1.43 抑或係 3.39， 呢個工程都係唔可以導致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嘅載荷。呢個工程都唔可以涉及改動任何嘅其他結構構件。咁我哋同樣地都係先睇項目 3.39。如果呢個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加建嘅牆總長度係介乎0.1至0.3之間嘅話，另外牆嘅高度唔高過3米，牆嘅密度係細過每立方米650千克，牆嘅厚度細過75毫米，支撐牆嘅樓板厚度係大過125毫米，符合以上嘅條件呢，就有機會係項目 3.41。但係當中以樓面面積每平方米計，如果加建嘅總長度係超過0.1嘅話呢，就有機會係項目 1.44 啦。其次嘅係項目 2.30 同埋 3.23， 呢個係同豎設、修葺、改動同埋拆除地底以上嘅排水渠有關。無論係項目 2.30 定係 3.23， 都只係適用於地底以上嘅排水渠，亦即係話地下嘅排水渠就唔適用。另外嘅呢係工程係唔會導致到對任何懸臂式平板造成額外載荷。另外工程係唔涉及內支管同埋衛生設備嘅修葺同埋更換嘅。咁究竟係項目 2.30 定係 3.23 呢？就取決於係咪涉及主要管道以及埋設管道，但係穿過牆壁或者平板者除外嘅。如果兩個答案都係否嘅話呢，就有機會係項目 3.23 啦。
頭先同大家講咗7項嘅小型工程，涉及咗3大種類嘅建築工程。大家都聽到好多數字啦。其實取決於邊個項目呢，都要對大廈本身嘅構件呢作評估嘅，以至想豎設嘅實心地台、非承重牆、排水渠作分析。咁註冊小型承建商呢，就需要確定小型工程嘅項目需要遵從相關嘅規定。業主亦都可以喺屋宇署嘅網站查閲有關嘅資訊嘅。如果屋宇署係發現小型工程所呈交嘅文件敍述嘅工程係唔符合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規例嘅規定嘅話呢，我哋會考慮就住違例嘅小型工程採取執法行動，同埋對相關嘅人士提出檢控，採取紀律行動嘅。咁跟住落嚟，就想同大家分享屋宇署對於分間樓宇單位同埋工廈非法用作住用用途嘅執法工作。就住住用同埋綜合用途樓宇嘅分間樓宇單位，政府一貫嘅政策係確保安全，而唔係全面取締，即係我哋接受佢嘅存在，但係我哋必須要確保佢係安全。有見及此，根據現行對於建築物嘅執法政策，屋宇署會針對屬予以取締嘅違規分間單位採取執法行動，亦即係話喺樓宇內部對於生命財產構成明顯威脅或者迫切危險嘅建築違規之處，包括對消防安全同埋結構安全構成明顯危險，同埋對環境構成嚴重滋擾，例如錯駁排水系統嘅建築違規之處，屋宇署會向業主發出法定命令要求糾正嘅。我哋都會跟進舉報同埋透過大規模行動，針對同分間樓宇單位相關嘅建築違規之處採取執法行動，亦都即係話我哋會主動選取住用同埋綜合用途樓宇作為大規模嘅巡查。當發現有建築違規之處嘅時候，我哋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法定命令，着令拆除相關嘅僭建物。但係工業大廈咧就唔同啦，由於工廈咧唔係設計作為住用嘅用途，喺多方面嘅要求咧都會同住用同埋綜合用途樓宇係有分別嘅，例如天然照明與通風、建築物周圍嘅空地同埋逃生途徑。而且大廈裏邊嘅其他單位會進行工業活動同埋用作儲存危險或者可以燃燒嘅物品，即使其他單位喺住戶搬入去嘅時候係屬於空置，又或者冇工業活動或者儲存危險同埋易燃物品，有關單位亦都可以隨時被用作不適宜同住用用途並存嘅工業用途，甚或乎愛嚟儲存危險同埋易燃物品嘅。所以將工廈單位非法用作住用處所，會對住戶構成嚴重嘅安全風險。如果將有關呢啲非法單位涉及違例分間嘅話呢，亦都可能會阻礙咗住戶喺意外發生時候嘅及時逃生。而呢啲潛在風險呢，一般係唔能夠單靠進行糾正或者改善工程得以消除。所以為咗保障公眾安全，政府係有必要對工廈非法住用處所嚴厲執法。同樣地，屋宇署會跟進舉報，同埋透過大規模行動，就用作非法住用用途嘅工業樓宇採取執法行動，
亦即係話我哋會主動選取工業大廈作大規模巡查。如果發現有處所係用作非法住用用途，屋宇署會按照建築物條例發出法定命令，終止將工業用途用作住用用途，以及勒令業主拆除有關嘅僭建物。跟住就講下進行建築工程需要注意嘅事項啦。頭先講咗我哋對於住用及綜合用途樓宇嘅分間樓宇單位，我哋要確保佢哋安全。跟住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喺巡查嘅時候經常見到嘅欠妥嘅地方，導致到需要優先採取執法行動。首先講嘅係建築安全，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圖則，都係其中一款大家經常有機會見到舊式樓宇見到嘅圖則。大家可以睇下圖則嘅右手面未做分間單位嘅時候嘅設計。咁呢個大廈咧就有2條樓梯。右手面嗰個單位嘅人咧喺任何時候咧都係唔需要經過另一個單位，直接通往2條嘅出口樓梯嘅。但係大家可以睇下左手面嘅單位，業主就將一個單位分間成4個獨立小單位，令到前面3個分間單位咧只能夠去到1條樓梯，而後面嘅單位咧就只能夠通往1條後面嘅樓梯。咁呢個分間單位咧就阻塞通往出口樓梯嘅逃生途徑，令原本每個房間可以通往2條逃生途徑，減少到只能夠通往其中1條逃生途徑，影響消防安全。為咗確保市民嘅安全，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法定命令，著令拆除相關僭建物。繼續嘅都係消防安全，經常見到嘅問題咧就包括喺樓梯外安裝門同埋鐵閘，開出咗喺公用走火樓梯或者走廊，阻塞呢個逃生途徑嘅。另外嘅係分間單位室內走火嘅淨闊度不足，阻礙逃生途徑。咁我哋呢度講緊嘅咧就係各個分間單位逃生嘅公用走廊嘅淨闊度嘅。繼續嘅都係消防安全，經常見到有問題嘅包括拆除樓宇單位原有入口嘅防火門，或者以內火效能不足嘅門代替。咁根據建築物條例，通往唔同用戶嘅單位嘅走廊都應該以足夠嘅內火時效嘅牆同埋門同呢啲用戶隔開。同樣地，所有嘅逃生樓梯以及逃生樓梯嘅門廊，亦都需要以足夠嘅內火時效嘅牆同埋門與建築物嘅其他部分隔開。所以係唔能夠喺公用走廊、逃生樓梯以及逃生樓梯嘅門廊任意開鑿新門口或者通氣口嘅，或者拆除單位原有入口嘅防火門，以內火效能不足嘅門代替，都係唔可以嘅。跟住就講下樓宇嘅結構啦。由於需要裝置新嘅廁所或者廚房，業主好多時候都需要改動或者加設內部嘅排水管，喺地台上面走渠管，而需要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樓板或者豎設非承重牆嘅。亦都有業主有機會忽略咗樓宇結構嘅載荷能力，鋪設過量嘅實心地台，
或者樹設過量嘅非承重牆，令到樓宇結構負荷過重。其次嘅咧，仲有係結構構件，例如橫梁、柱或者結構牆部分被拆除，以便讓喉管通過，喺結構牆開鑿通口。其中一個屋宇署經常接到嘅舉報呢，就包括係分間單位加設或者經改動嘅排水渠管有滲漏嘅情況，因為廁所嘅排水管接駁不當或者防水物料破損，導致到滲水，嚴重危害住戶健康或者對環境造成滋擾。為咗確保居住喺分間單位嘅佔用人、大廈居民嘅安全，屋宇署人員不時係需要進入處所視察或者進行所需嘅工程。佔用人、大廈管理公司職員能夠提供協助係非常重要嘅。屋宇署嘅人員可以根據《建築物條例》第22(1) 條賜予嘅職能，向法院申請手令進入處所；而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2AAA 條，任何人阻礙建築事務監督授權嘅人員根據《建築物條例》行使權利，即屬犯法。一經定罪，喺唔損害任何其他罰則嘅原則下，可以被處第3級罰款同埋監禁6個月嘅。咁屋宇署點執法？有啲咩權力呢？屋宇署可以引用《建築物條例》第24(1) 條嘅命令業主拆除有關僭建物。喺命令上面，建築事務監督會列明處所嘅地址、需要業主做嘅事項，例如拆除命令上所述嘅建築工程，以及按照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嘅圖則，將樓宇受命令上所述建築工程影響嘅部分恢復原狀。命令上亦都列明咗最遲展開工程嘅期限，以及完成工程嘅期限。另外，命令上我哋都會説明咗建築工程違反嘅規定嘅，所以業主需要了解命令上面各項嘅細則，遇上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同屋宇署嘅職員聯絡。其次嘅係，如果發現工業大廈用作非法住用用途，屋宇署會按照《建築物條例》第25(2) 條，向業主或者佔用人發出命令，禁止或者終止將該建築物用作有關用途。喺命令上面，建築事務監督亦都會列明處所嘅地址，列明建築物嘅建造唔適合作現行嘅住用用途。命令業主喺命令發出後1個月之內終止現行嘅用途。如果發現工業大廈用作非法住用用途，除咗按照《建築物條例》第25(2) 條向業主或者佔用人發出命令之外呢，我哋都會視乎情況，根據條例第26(1) 條，著令業主令到建築物安全嘅。喺命令上面，建築事務監督同樣都會列明處所嘅地址、需要進行嘅工程以及完成嘅期限。如果有關法定命令未獲遵從，屋宇署會對有關業主進行檢控，以確保有關命令獲盡快遵從。而條例第40條規定，未有遵從《建築物條例》第24(1) 條發出嘅命令嘅業主，經檢控定罪之後呢，最高可被罰款20萬，以及監禁1年。並喺未有遵從命令期間，
每天另處罰款2萬元。至於未有遵從建築物條例第25(2) 或者26(1) 條例發出命令嘅業主，經檢控定罪之後，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1年，並喺未有遵從法定命令期間，每天另處罰款5000蚊。另外，屋宇署會視乎實際嘅情況，包括有關處所係咪有即時危險等因素，考慮向法院申請封閉令，以封閉處所，並安排政府承建商進行所需嘅清拆同埋糾正工程，其後向相關業主追討工程費用，另加監工費及20% 嘅附加費。咁大家可能關心進行同分間單位相關建築工程嘅時候需要注意嘅事項。首先係唔可以將非住用樓宇，尤其係工業樓宇單位分間成獨立嘅房間作住用用途。喺工業樓宇，無論單位有冇分間，都係唔可以作為住用用途嘅。另外，分間單位係唔可以阻塞任何出口樓梯嘅逃生途徑，任何時候都唔需要經過另一個單位直接通往任何出口樓梯。咁消防安全亦都有其他比較多需要注意嘅事項，值得大家留意。首先，高度，出口路線嘅淨高度必須最少2米。喺牆身開鑿門口同埋洞口嘅時候需要考慮清楚。由於條例係要求不同用戶嘅單位走廊、逃生途徑以及逃生樓梯嘅門廊都需要以足夠嘅耐火時效嘅牆同埋門與該等相應部分作為分隔，所以喺樓梯嘅圍牆開鑿新門口同埋新洞口都係唔可以嘅。唔可以喺分間單位同埋公用走廊嘅分間牆開鑿通氣口或者安裝冷氣機、抽氣扇等等。唔可以拆除單位原有嘅防火門，以不符合所需耐火時候嘅門代替。由於條例都要求逃生途徑有足夠嘅淨闊度，所以喺單位外面安裝嘅門或者鐵閘係唔可以阻礙逃生途徑嘅，減少佢相應嘅闊度。如果保留樓宇單位原有入口嘅防火門嘅話而樓宇單位佔用人總數係唔多過30人嘅話通往分間樓宇單位嘅室內走廊淨闊度需要不少於0.75米。但係如果佔用人嘅人數係多過30人嘅話，亦唔多過200人，咁室內走廊嘅淨闊度係需要0.85米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相關走廊淨闊度嘅規定。但係如果單位原有入口嘅防火門係被拆除，或者以不符合所需耐火效能嘅門代替，通往分間單位嘅室內走廊淨闊度就需要不少於1.05米啦。另外，分間單位嘅間隔牆、室內走廊兩旁嘅牆壁，以及各個分間單位嘅門，都需要具有不少於1小時嘅耐火效能，而呢啲門亦都需要為自掩門，並且能夠防煙嘅。唔可以因豎設用磚建造嘅非承重牆，或者鋪設實心地台以加厚樓板，
以令到樓宇結構負荷超重。除非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同埋同意，或者按照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簡化規定進行工程，否則唔可以喺樓宇嘅結構牆、柱、橫梁或者樓板開鑿洞口。排水工程亦都需要妥善施工，避免滲水引致鋼筋鏽蝕，損害樓宇結構。另外，安裝排水渠系統同埋衛生設備需要符合建築物衛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嘅規定。為免滲水至下一個樓層呢，需要確保安裝排水渠系統以及衛生設備嘅施工質量。每間設有供水設施嘅房間樓面都需要以防滲漏物料建造，唔可以喺街道上方嘅露台之內建造新設嘅廁所同埋廚房。住戶嘅淨高度不應少於2.5米。居住房間、浴室、廁所以及廚房都需要設置足夠面積嘅窗戶，以符合建築物規劃規定所定嘅天然照明及通風嘅規定嘅。而屋宇署喺2018年2月6日發出咗通告函件，公佈防止濫用工業樓宇作住用用途嘅設施。公佈屋宇署喺條例底下係唔會批准將工廈處所分間為設有獨立洗手間設施嘅小型工廈單位嘅改動或者改建工程方案。同樣地，喺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底下呢，都唔可以進行會建成設有獨立洗手間設施嘅小型工廈單位嘅建築工程。屋宇署係唔會接受唔符合上述規定嘅小型工程嘅。屋宇署會根據條例就不獲接受嘅小型工程採取適當嘅執法行動，亦都會考慮對有關嘅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同埋訂明註冊承建商展開紀律行動。而頭先所講嘅小型工廈單位，亦都即係話實用面積不少於80平方米嘅單位。咁我哋建議進行建築工程之前呢，就必須要查閱樓宇嘅記錄。市民可以親臨屋宇署樓宇資訊中心查閱樓宇經批准嘅圖則，或者小型工程完工記錄資料，或者透過互聯網進入屋宇署嘅8樓圖網系統，喺網上查閱呢啲資料嘅。喺公眾教育同埋宣傳方面，屋宇署透過唔同嘅渠道，包括社交平台、小冊子、海報、樓宇安全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宣傳平台，推廣樓宇安全，讓到公眾了解呢啲重要性，提高正確使用樓宇嘅意識，唔應該非法進行分間樓宇單位工程。屋宇署亦都透過製作樓宇安全通訊櫃行，加強業主同埋物業管理人員對於樓宇安全、僭建物以及分間樓宇單位嘅潛在樓宇安全嘅意識。屋宇署更加會同地產代理監管局以及物業管理監管局合作舉辦講座，提高地產代理以及物業管理人員對於樓宇安全嘅知識。喺屋宇署嘅網站，我哋增設咗分間樓宇單位嘅專頁，一
一站式提供分間單位嘅資訊，包括常見嘅問題、小冊子以及我剛才分享嘅資訊。市民亦都可以利用屋宇署網站上面嘅搜尋器查詢署方根據建築物條例所發出嘅法定命令嘅遵從紀律，包括自2017年起發出嘅清拆令、樓宇修葺令、樓宇勘察令以及渠務修葺令、勘察令嘅遵從記錄。但係就住2017至2022年所發出嘅法定命令呢，只可以搜尋到未有遵從嘅命令資料嘅啫。當中我哋都將呢啲命令分項列出有關分間樓宇單位嘅命令嘅。屋宇署都印製推廣非法切勿將工廈作非法用途嘅海報，張貼喺各個工廈嘅當眼處，加強市民對於不應非法住用工廈嘅意識。除咗喺工廈裏邊，我哋都透過交通工具或者設施，包括專線小巴、巴士站、港鐵站，宣傳同埋推廣切勿將工廈用作非法住用用途。大家喺街上面唔知有冇機會見過呢？屋宇署都透過唔同嘅渠道啦，包括社交平台推廣樓宇安全。喺較早前都有幾個 post 係關於分間單位嘅。咁屋宇署都透過製作樓宇安全通訊櫃項，加強業主同埋物業管理人員對於樓宇安全、僭建物以及分間樓宇單位嘅潛在樓宇安全問題嘅意識。當中亦都包括咗分間單位常見違規嘅工程嘅。另外，屋宇署樓宇安全週為大家提供一啲富趣味性嘅樓宇安全資訊活動，適合大家一家大細一齊參加。透過連串具資訊性、趣味性嘅展覽、遊戲以及表演，令到參加者可以認識樓宇嘅生命週期、樓宇安全嘅要訣，以及樓宇失修所帶嚟嘅問題。咁頭先咧就聽咗好多關於分間單位嘅資訊，跟住落嚟咧我就有一啲個案嘅分享俾大家熱下身嘅。咁首先咧就係第一個個案，大家睇到呢個圖則應該都唔會陌生，係一種舊式樓宇經常見到嘅圖則。一座大廈分成左右兩個單位，前面有露台，中間咧就係住用嘅部分，後面就係廁所同埋廚房嘅。兩個單位中間就夾住兩條嘅樓梯。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右手面呢個左手面呢個單位，業主又將一個單位分間成3個獨立嘅房間。而每個房間咧都會設有獨立嘅洗手間。喺單位 A 做咗一個開出樓梯嘅不鏽鋼門。另外喺樓梯嘅圍牆咧開咗一個門口，通往 B 同埋 C 嘅單位。而分間單位嘅公用走廊闊度咧係750毫米嘅。咁業主就聘請咗小型工程承建商，申報完成小型工程項目3.41同埋3.42。咁大家諗下呢個分間樓宇單位有冇違規嘅地方呢？申報小型工程項目有冇問題呢？或者可以俾少少時間大家思考一下先。咁相信大家心目中都有咗個答案啦。而家就分享下呢個分間樓宇單位有乜嘢違規嘅地方啦。首先，呢個係一個住用嘅單位，
所以樓宇嘅用途咧係冇問題嘅。其次嘅咧就係大家先評估下大廈原有設計，大廈係有2條嘅樓梯嘅，而單位嘅人咧喺任何時候都可以通往大廈嘅2條樓梯。而家咁樣設計分間單位，其中單位 A 會阻塞單位 B 同埋單位 C 通往另一條逃生途徑，令到單位 B 同埋 C 唔能夠通往後面嘅走火樓梯，減少咗逃生途徑嘅數量，影響咗消防安全。其次嘅係單位 A 不鏽鋼門開出走火樓梯，係會減少咗走火樓梯應有嘅闊度，阻塞逃生途徑嘅。其次嘅咧就係拆除原有具有內火時效嘅門，以內火效能不足嘅門代替，甚或乎拆咗呢個牆，都係會影響咗走火樓梯內火結構嘅完整性嘅。另外嘅就係另外一個消防安全欠妥嘅地方，就係喺樓梯嘅圍牆開鑿新嘅門口，影響咗內火結構嘅完整性。另外，大家有冇留意到走廊嘅闊度咧只有750毫米？咁究竟得唔得嘅咧？其實係唔得嘅。如果樓宇單位原有入口嘅防火門係被拆除嘅話咧，通往分間單位嘅室內走廊淨闊度係唔可以少過1.05米。咁我相信大家都分辨到分間單位欠妥嘅地方啦。咁大家亦都認為註冊承建商呈交小型工程項目3.41以及3.42係咪正確呢？其實係唔正確嘅。由於住用樓宇單位分間成3個設有獨立洗手間，所以小型工程項目係屬於小型工程項目1.41，承建商亦都要根據第1級小型工程嘅規定完成工程嘅。另一個個案呢，就係工廈將一個單位分間成4個嘅房間，改作為住用用途。咁大家又認為得唔得呢？亦都可以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下，將工廈單位改作為住用用途有冇問題呢？答案係有問題嘅，因為將工廈單位非法用作住用處所，會對住戶構成嚴重嘅安全風險。如果有關單位非法涉及違規嘅情況嘅話咧，更加會阻礙住戶喺意外發生時候及時逃生。所以為咗保障公眾安全咧，政府係嚴厲執法嘅。最後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一個業主咧因為冇遵從建築物條例發出嘅清拆令，被判入獄14天，緩刑18個月，以及罰款逾6萬蚊。而有關嘅清拆令係涉及一個住宅單位裏邊豎設間隔牆，以分間成數個獨立嘅房間。而呢個僭建物係既冇先獲得屋宇署嘅批准同埋同意，同埋冇入小型工程，所以屋宇署係根據《建築物條例》第24.1條向該業主發出清拆令。由於有關業主冇遵從到清拆令，所以遭到屋宇署提出檢控，並喺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定罪。法庭得悉有關僭建物嘅用途同埋對逃生途徑嘅影響，以及該業主過去有類似嘅定罪記錄，認為案情嚴重，判被告監禁14天，緩刑18個月，以及罰款63300蚊。咁每個市民都希望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安全自己
自己屋企嘅係一個安樂窩。咁我相信作為地產代理嘅你哋，聽完呢一個嘅分享會，都可以幫助你哋嘅客戶選擇一個既安全又舒適嘅家。多謝大家。咁好多謝劉思琪女士嘅詳細講解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嚟到問答環節㗎啦。咁喺問答環節之前咧，我哋就會有10分鐘嘅休息時間啦。咁喺呢段時間，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嘅話咧，都可以將你哋嘅問題寫喺問題紙上邊嘅。咁我哋嘅問答環節將會喺4點05分開始。